迎嚟到玩具研究所，今日要做嘅就係猜謎語活動，咁就祝大家喺呢度中秋節快樂。4個世代嘅題目會順住落去，每個世代嘅題目有2條。問題1：陀螺祖先，猜一個系列嘅爆旋陀螺。5、4、3、2、1。答案揭曉就係我哋嘅龍騎士系列啦。咁由於圖片庫有限，暫時只可以顯示到2隻陀螺。第2條問題就係極孤獨雪狼。咁呢個孤獨雪狼係一隻持久型嘅陀螺嚟嘅。3、2、1。答案揭曉就係極地銀狼啦！呢隻係一個初代嘅惡魔嚟嘅，就係好勁啦。咁就去到鋼鐵世代啦。第1條問題：電影陀螺《太陽之子》最近轉身過嚟 X 世代嘅陀螺。3、2、1，就係太陽火焰。呢條好簡單，我諗。下一條問題就係一個最強防禦滅影之中。5、4、3、2、1，就係毀滅時鐘啦。估唔到嘅朋友可以較慢啲或者暫停條片啊嚇。咁下一條題目就係惡魔之翼瘋狂爆裂，估一個系列。5、4、3、2、1，就係邪神系列，係呢個爆爆王呢個邪神系列，狂爆呢個系列。然後下一條題目就係冚爆人嘅可以隻陀螺，就係一擊必殺最強之劍，估一個系列。5、4、3、2、1，就係聖劍系列啦。利用劍鋒嘅位去一下嘭一聲攻擊人。然後下一條題目就係賽場毒瘤又圓又大持久王者。5、4、3、2、1，就係 X 世代嘅新章，賽場毒瘤嚟㗎，持久力實在太勁啦。第8題就係 X 世代嘅最強主角必成無敗，除咗佢輸過一次俾綠宮核武，就係估一個 X 世代嘅主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就係黑衰極啦。咁多謝大家參與同埋收看呢一條片，拜拜！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！